幫阿媽喺衛生中心預約常規健康檢查，醫生安排抽血。你估下排到幾時？明年8月份啊！吓，差唔多等成年喎，有事就大鑊啦。澳門公營醫療免費普惠服務全澳市民，導致需求基數比較大，而醫療資源如醫護人手、診室場地、檢查設備等供應有限，所以需要輪候。公營醫療系統優先處理急症同長期病患者，健康人士嘅常規體檢抽血排隊嘅時間自然會輪候更長。面對人口結構變化或對於健康需求的增長，系統需要時間嚟進行調整與擴容。綜上所述，隨住不同群體就診需求嘅日益增長，澳門公營醫療機構正面臨住資源配置上嘅壓力，所以私營醫療機構正填補咗呢一個需求，為希望可以更快速地掌握自己身體情況、節約時間成本嘅群體提供咗更多元化嘅付費選擇。私營醫療機構通常只需要提前1日或幾日預約，快嘅話甚至有可能當天就完成預約。體檢流程經過優化，提供個性化定制嘅健康體檢方案。基本項檢查通常1至3天內即可取得報告，甚至可當天得知結果，實現健康狀況嘅快速預警，實現早發現、早安心、早干預的健康管理理念。因此，選擇喺邊度體檢並非單選題，而係根據個人預算、時間、健康需求的綜合考量。所以，公共衛生中心係普惠嘅基石，適合預算有限、不急需嘅常規篩查。私人醫療中心係效率嘅補充，適合注重時間成本、追求個人化服務與高效健康回饋嘅人士。了解不同體系嘅運作邏輯與特點，才能為你同家人嘅健康作出最理性、最合適嘅選擇。